若今年2月啟用的新竹市南寮漁港德豐漁市呢，有反啊是甲議員陳情，指出講這無夠3坪的空間，一個月租金就要3萬塊，而且這新的漁市因為公共的這用電用水用量是真大的，所以有反啊過去這水錢一個月是600塊，即馬顛倒變做要納3000塊，算咧一度竟然是要25塊，批評是真無合理。活跳跳的龍蝦要上青的沙西米，這些海產攏需要用水用電。今年2月才拄啟用的新竹南寮漁港德豐漁市，坦想講，若租金比過去加差不多3倍，連水電錢攏比較早貴真濟。阮講日子實在愈來愈歹過。電錢，迄有誒無加加的，頭家要6萬，佮差足濟就對啊。袂生活誒，愛改進啊。應該調整啊。啊，應該你要互啲漁民福利，安尼就愛小可價少，人較價，大家不要有人參加。水費電費看你的使用度啦，攤租是真的還蠻高的。攤商的攤位租金哦，一坪一個月高達1萬元以上哦，甚至呢水費一度要25元哦，攤商苦不堪言哦，只能夠選擇哦把這樣的成本哦轉嫁給消費者，那造成呢民眾不願意去消費的惡性循環。根據了解，水電錢會較濟原因是因為新的漁市公用水電使用量大，目前漁市是交由新的漁會維護管理，是否回應會甲漁會討論，買請台電來協助。相關費率也都經漁會理事會審議通過，是否尊重漁會營運機制？台電公司亦正在辦理電力容量提升的工程，是否將與漁會共同合作，逐步提升場域的品質及服務體驗？坦想講，這款的租金甲水電錢對因做小生意的人來講，負擔實在真吃力。希望新的市府甲漁會會當鬥相共來想辦法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